过来消息来看，桃园市龙潭市区的公车上下班哦，因为塞车是真歹势，民众真怨叹。市政府即马拍算要以设八地转运站的方式，从龙地来去龙潭转运站。7月开始动工哦，明年7月完工，10月启用。车来来去去，龙潭最近几年的人口一直成长，真侪居民上下班通勤到龙潭科学园区，南来北往到其他县市。国道3号龙潭交流道附近的车路，和市区公车伫上下班高峰的时段尤其塞车。地方希望改善，市府计划比照8条转运站的模式，伫离市区较远的所在造地起龙潭转运站来消套车流。那这边要做转运站怎么看啊？大家都说很好啊。那你自己觉得嘞？一样啊，也是很好。落成启用之后，可以对于市区的一些交通拥塞啦，包括国道客运的载客效率可以提升很多。分隔岛这个地方呢，也会来做一个红绿灯到时候进出这个车辆比较会方便土地已经整理好势，这块伫交流道附近大昌路西边的农业用地，就是龙潭转运站的预定地。交通局表示，为着赶紧解决交通的问题，会采取简单组合的方式，以货柜处做主体，占地大约1250平，会伫7月动工，按算明年7月完工，10月启用。龙潭区大昌路的一个道路宽度也比较宽阔，那么我们在龙潭转运站进出动线也有特别做一个规划跟设计。针对外界烦恼8条转运站启用初期的塞车问题，敢会伫龙潭搁再发生？交通局回应讲，龙潭转运站边仔是大昌路，车路较宽，交通量较低，出入的动线有特别设计以外，针对到造成交通冲击的临时停车接送区，也加强规划，按算交通冲击会较低。公司新闻采访报道。